大家好，真欢喜有这个机会当来遮，和大家分享啊。我今日要讲的这个主题就是讲，台语欠字描述，台语字形相关的概念，就是要来和大家了解一个有关，台语欠字啊、字形啊，遮个相关的概念。若是讲有讲无好的所在吼，则请大家多多包涵。啊，这个投影片的连接会放伫咧上尾页，所以若有要过来看的，会当就是时间就会当慢慢啊看。我自我小感觉就是我有做真灵感投资人啊2019年对台中教育大学出业，啊，即马继续伫就是台中教育大学的学士班读学士安尼，是即个再回答护理的专题的作者。好，咱来看一下这就是我再用汉字来举例。我想大家伫咧看台语文的时阵吼，应该拢捌拄过类似的状况，就是讲，看到遮个字，就是哪会无法度显示，或者是讲有一寡无数字的所在。遮个状况一般就会甲讲做是欠字，其中就是尾啊算来第二抓这个图，就是一个四角形啊，中一个车啊。这就哪像是豆腐，所以就有人甲号做是豆腐字吼。所以伫咧开始进前，咱来看一寡看者。咧开始进前来讲一寡描述的部分，第一个是这个字形规，就是这就是字的写法的意思。然后是第二个即个字形，伊是放的，就是伊是共款啊，共粗幼、共大细的字，就是电脑字形的即个概念。啊，再来是字体 typeface， 就是共款的设计风格的字形的集合。举一个例，就是讲，咱若是电脑顶悬有一个微软正黑体，伊是一种字形。啊，伊粗体的微软正黑体，伊嘛是字形。啊，即两个到做伙就是所谓的字体 typeface 的概念。毋过大部分的时间啊，尾啊即两个概念就是字形甲字体，有淡薄仔是连做伙，就是无分甲遐幼，所以即两个名词会连做伙讲，就是无分遐尼清楚的。啊，咱看遮个名词看了就知影讲，其实咱伫咧字音字形所采用的即个国字标准字体，即个标准就是其实是即种字形第一个即个字形即个概念哦。再来就是讲，所以台语是安怎会拄着即个欠字的情形？我甲伊分做是有两大类的原因。第一类是编码，第二类就是字形。编码的部分啊，第一个就是讲 Big5 和这 Unicode 的问题。编码这个概念啊，大概就是讲，互逐个字就是一个身份证号码。啊，伊若是无这个身份证号码，咱电脑就无法度甲处理。像讲，即三字就是我、听甲音即三字，伫咧 Big5 的编码内底啊，敢若我即字有编码，啊，所以伫 Big5 内底，伊就敢若会当显示我，伊尾啊即两字听甲音就是会出现一寡问题。啊，若伫 Unicode 内底啊，即三个字就是拢有编码，所以要处理即三个字其实拢较袂拄着问题。好，咱来讲一下 Big5 是啥物，就是伊这是伫咧1984年所定出来一个标准，伊主要是针对台湾华语较常用的字去编码，所以讲伫咧华语较罕用的字，啊，阁有一寡大声调的罗马字，
就是电脑就无法度来记录。后来就是有 Unicode 的出现 ，Unicode 会针对全世界的无共的语言文字去做编码，所以讲就较袂有就是拄着无法度处理的问题。即个比法含 Unicode 的问题啊，其实愈来愈罕咧去拄着啊，因为即马大部分的电脑啊，包括平板甲手机啊，基本顶拢是Unicode 编码的系统啊。所以咱来看第二部分，Unicode 的版本。Unicode 这物件伊是一直咧更新的，就是讲有的字是旧版无法度来显示处理的，就是伊伫旧版是无编码，新版才有。像讲因这个字啊，伫咧旧版的 Unicode 3.1的这个版本，伊是无编码的，所以讲伫咧要无编码进前，教育部用一个方式，就是互伊一个临时的编码来解决即个暂时的问题。所以伫咧即马，已经有新的编码，就是咱会当看到2020年的 Unicode 13，伊有甲即个编码，即个字编入去，就现出是即马的教育部的教典的网页顶悬的用字，就是采用正式的编码。毋过就是伫咧输入法的部分啊，要是有一寡未处理好势的字，即部分嘛已经有甲教育部反映过啊，所以处理法的部分，要是会拄着临时编码的问题，我有针对即个部分做一寡处理，等下会讲着。教典网站即马看应该拢是正式的编码。咱讲一下，就是所有教典的用字，伫咧 Unicode 13，也就是去年的时阵，拢已经全部收入去啊。所以，咱若是已经有正式的编码的情形之下，咱就应该赶紧甲改用是正式的编码。安尼伫咧资讯处理啊、流通，就是要抄撮、要 copy、要整理这资料时阵会较利便、较正确。过来就是讲，技术实现的问题，就是讲这部分有的软体啊，无去甲特定的一寡技术做出来，安尼会造成一寡问题。像讲 Adobe 的 Illustrator 这个软体，你若选这个印度语言的这个模式啊，伊就无去支援这个 Unicode 第2、第3的平面。这就造成有的汉字会出错。那选这个东亚语的模式，就是伊无去支援这个组合字元的部分，就部分的罗马字的调符会走进去。这部分啊，就是爱去甲写程式的人讲，就是爱请伊去处理。我若无紧，就 Illustrator 这部分已经有人去甲 Adobe 反映过啊。所以，过来就是讲这字形的部分。遮要互大家一寡观念，就第一个观念就是讲，字形是设计师一字一字画，毋是电脑家己写出来。就是讲，字形这个物件是有版权的观念的。咱伫咧使用的时阵啊，嘛爱去注意这个咱会当使用的范围吼。所以讲，若是讲这个字形是设计师一字一字画的，安尼设计师要画倒一寡字，咱就来讲第二个观念，就是讲笔法，就是拄仔有讲到笔法。笔法虽然讲即摆编码已经无咧用啊，毋过遮笔法收过遮个字13000多字，是台湾华语常用的字嘛，所以讲。厂商啊、设计师啊，就是会去参考遮个10000多字的部分去画，所以若是讲伫咧笔法无收的部分啊，咱的电脑、咱的字形就可能会出现无支援的状况出现。
啊，第三个观念就是讲电脑袂走去，咱若是拄着头前看到迄个豆腐梨的状况啊，其实真简单，咱就甲换一个字形就好啊。像讲拄着迄个豆腐梨，啊，毋过其实每个豆腐可能伊就是无共的字的意思，就是你伫 copy 伫咧抄出的时阵，伊理论上拢无问题，所以你就是换一个字形就会当解决这个问题。再一个观念就是讲，即摆要甲字形按入去手机仔内底，其实是一个真麻烦的代志。所以讲，伫咧手机仔顶悬啊，若要显示台语啊，就需要做一寡处理，咱等下会讲。过来就是讲，再回到婚礼的部分，这是我伫4年仔的时阵，就大学4年仔的时阵所做的毕业专题。指导教授是英文研究教授，因为就是迄任务要求讲，咱逐个学生啊，拢爱做一个毕业作品毕业专题，所以讲我就想讲，紧即个我家己真有兴趣的主题来做。我有落一个副标题叫做解决本土语言欠字问题。处理的部分啊，其实除了台语，嘛有做原住民语和客语的部分。这是新购的网站，才有网址甲 QR code， 就是若有兴趣咱去看卖咧。第一个部分我做的代志就是讲，我有去整理这个本土语言话字表。这就是讲去收集本土语言的资料，像讲是官方所公布的本土语言资料，啊，佮有整理白话字的一寡会用得到的字，然后去比对比赛，啊，找到这个比赛无收的部分，安尼字形的设计师就怎样讲？除了比赛，咱搁爱补啥物款的字，才会当显示咱的本土语言。这个表啊，就有人讲是即摆的业界的标准啊。像讲即摆的 JustFont 咧做台语字形的时阵，就是要去支援台语的时阵，伊嘛是有参考这个表。啊 ，JustFont 就是咧做金选字体的这个公司吼，真正细咧推广这个字形相关的概念甲产业。第二个部分是处理这个输入法编码的问题。头前讲到讲教育部的输入法，伫咧编码顶悬有一寡无好势的所在，就是要搁咧用临时的编码。譬如讲，咱若要拍这个音，因两个人这个音嘛，咱原底拍出来就是教育部的临时编码，就是1701这个临时编码。啊，毋过伊的正式编码是2A736这个编码，大部分的字形啊嘛会去针对2A736这个位去做去画图，去画这个字形。所以讲，我伫咧输入法的思考，就是有做一寡去甲这个临时编码的字，拢改做是正式的编码。安尼对资讯流通啊，就是会较好势嘛，袂拄着字形显示的问题。过来就是字形的部分，我才有做一套就是豆腐乌的字形。这个咱会当看到这个字就是比较无收的啊，毋过就是台语常用到的汉字哦。会去用到的汉字吼。过来看这个有一段短的影片，就是这是我一个朋友，伊咧做花式标台的表演的时阵，伊就所做的一段范例影片。就咱会当看到讲，伊咧拄着这个水这字的时阵嘛，伊因为有欠字，所以伊就需要家己去找这3个部分甲斗做伙。
伊就甲我讲，伊大概咧做这个图片甲影片时阵，就拢了真侪时间咧，处理遮个汉字欠字的汉字。毋过就是有这个豆腐蚵这个字形了后咧，伊就毋免搁家己斗，就是会当省这个时间的。过来就是讲，因为有整理出这个正式的编码嘛，有做出这个字形，所以像讲教育部的书典，就是台语的课语的书典，啊，搁有像这个课委会的这个网站啊，遮的本土语的网站，即马拢是用正式的编码，嘛有透过这个豆腐蚵加上微缝的技术来解决欠字的问题，所以讲伫咧电脑啊、手机啊顶悬啊，拢会当看到正式、正确啊，会当显示的遮个字。所以讲，咱会当做啥物咧？就是咱一般大家会当做啥物？第一个部分就是去装这个豆腐台语书库。伫咧教育部书立法推出这个新的版本进前啊，咱会当先用这个方式来互咱所拍出来的字袂搁出现临时的编码，就是伫咧我放的迄个豆腐字再会豆腐字网站的内面有一个豆腐台语书库，甲伊列落来，然后甲饲互即个教育部的书立法，安尼伫咧拍字的时阵啊，出现的就是正确的编码。就我遮有一寡简单的步骤，啊，搁有迄个图，就是若需要的，就是咱去甲装起来。我是真推荐大家拢甲装起来，因为咱需要就是使用正确的编码，安尼伫咧就是传讯起来，还是讲做这个文书处理的时阵，较袂拄到一寡问题吼。过来就是咱会当去装这个台语的字形。我遮有初步整理一寡台语字形的，有做一个清单啦。大家若是有兴趣的，是会当去这个网址内底去看卖咧。啊，其中就是讲，青实愈侪部分啊，就是愈袂拄着欠字的问题啦。内面有一寡授权的爱去注意的物件，就是讲，自由字形含这个商业字形吼。自由字形就是讲，伫咧符合这个条款的规范之下，咱会当自由来使用、copy 和研究甲修改等等的做遮个代志。啊，商业字形的部分啊，就是讲，就是按户籍才会当使用的。像我家己啊，若是有看到资源台语的字形，我就是看起来感觉讲，这袂歹的，看起来我会介意的，我就是会开钱甲支持一下。嘛真推荐大家安尼来做，因为这会当互厂商了解讲，咱台语即块是有生意通做，安尼以后才有可能有搁较侪台语的字形会当来使用吼。过来就是讲字形安装的这个方法啦。伫咧 Windows 或是 macOS 顶悬，就是伫一般的电脑顶悬，就真简单，你就甲字形登录落来，啊点两下，搁试这个安装就会当甲这个字形装入去电脑内底。啊，若伫咧就是用做伊的手机或者是平板，就是这就会因为无共的厂商有一寡无共的安装的方式。啊，这通常拢需要去做一个动作，就是 root， 这会去影响到保护啊，搁有安全性。所以其实，我是较无建议大家来装诶。啊，若伫 iOS 或者是 iPadOS 顶悬啊，咱爱透过这个第三方的字形 App 来安装吼。啊，干会当伫咧特定的 App 内面使用，像讲Word、PowerPoint。
或者是苹果家己的文书处理软体。再来讲一下，就是一个 iPhone 顶悬要安怎装即个字型的方法。我遮有一个 App，就是我家己咧用的 App，就是 iFont，就是先甲即个 iFont 即个 App 甲 download 到咱的手机仔内底，就是先甲装好，甲字型的档案嘛 download 到手机仔内底，然后甲即个 iPhone 的即个 App 拍开，然后就是点即个 Find to install， 就是找字型来安装嘛，然后就是去甲咱要安装的即个字型档案找出来，然后甲点落吼，然后就是做即个安装的动作，就是加起即个 install， 就是安装的即个部分基本上就是咱咧安装电脑就是下一步安尼就是一直按确定，然后咧就是咱到即个设定的部分去找到即个已下载描述档这部分，然后嘛是试即个一直试安装，安尼就当甲即个字型装入去咱的手机内底啊。那即个字型装好势了后咱就当看到讲，咱一个即个 Apple 的文书软体 Pages 甲 Microsoft 的文书软体，像讲 Word、PowerPoint， 都会当正确来显示即个台语文的部分。再来就是要和大家交代即个字海台语字型吼。这就那类似讲华语的即个注音字型啊，就是咱会当伫咧汉字顶悬标出伊的罗马字，就是伫咧使用即个字型的时阵啊，需要配合伊即个读音的选择工具，详细的即个使用方法会当参考即个网站内底的使用即个注意事项。就是用这个方法啊，咱就会当真简单来做出像台语课本内底迄款汉字带罗马字的字。好，安尼字型的部分，除了这个家己当装以外，咱若是要开发这个网站或者是 App 的时阵，咱就会当甲这个字型框入去，就这框就是甲。就是空间搁包用迄个空的意思，就是家字型放入去咱的网站或者是 App 内面吼。像讲网页的部分啊，用所有的 Web Form 的技术，就是网页字型的技术，甲字型放入去网站内底。所以就是不管伫咧倒一台电脑、平板、手机啊，伫咧开即个网站的时阵啊，拢会先对即个网站顶悬掠字型落来。安尼，大家咧看遮个台语文的时阵，就袂去拄着即个欠字的问题。大家即摆若是有用即个校准吼，就是若伫手机仔顶悬用，我想大家应该拢会当看到，像即个爬线的爬即字拢会当正确来显示吼。而且佫毋是多行字的方式，因为咱若是用多行字啊，咱就是无法度加 copy paste， 就是无法度加落来加搭去别个所在。毋过即摆若是用即款，就是用字型播放的即个技术来处理，就是咱会当真简单来 copy， 就是会当省即个时间。若伫咧开发台语 App 的时阵啊，嘛会当加字型导入去，就是安尼伫咧 App 内面的显示就袂出现问题。像讲，咱会当看到边仔的图，一般 App 啊伫咧拄着一寡台语文的时阵，就会看到豆腐字，就无法度显示的部分。毋过，若是有甲即个台语字型包入去的 App， 就是伫咧显示台语文的部分，拢袂出现问题。所以讲，即个部分啊，大家若是家己要做即个网站，或者是 App， 或者是讲
有要请人或者是请厂商来做，咱就爱甲要求讲吼，爱用即个技术，安尼伫咧 copy 伫咧敲出的时阵，才会较利便，莫阁用多行李的方式来处理。这部分就是真重要吼。若是有拄着这开发的部分。Android 的部分就是我拄仔有讲到，讲其实是无建议大家装的，因为会拄着一寡安全性的问题。吼，大家若是因为我家己是无咧用 Android 的手机，我是搁有去找一寡资料，我就是伫咧装字型的部分，就是有看到一寡人是讲，爱 root 就是会需要去做一寡，怎讲，就是会对这个安全性有一寡较有，爱较注意这个安全性问题。所以其实我是较无建议大家伫 Android 顶悬去装字型。好遮有一寡就是延伸的即个文章啦，大家若是有兴趣啊，就是会当看卖，像讲有陈建中所写的台语文字的字形发展偏好，魏信老师字形或者字尾字形输入法的概念，阁有即个写台文的一个网站，伊内面有几篇有关台语显示的文章，即厉害就是有字形甲相关的概念的整理，阁有最后这是字形基本知识，就是内面有写一寡字形的基本名词的解说。好，拄有讲到一个 Android 顶悬啦，或者是讲一个iPhone 顶悬，其实咱即马拢是用一款较无方便的方式去做处理。所以讲，其实我这边就是嘛是有含，就是咱政府单位遮有做一寡建议，或者是讲有去参与试食过。像讲教育部或者是讲咧处理这个专字库的总推会，拢有去甲建议讲，咱伫咧手机仔顶悬，或者是讲电脑顶悬，就是咧处理这本土语言用字的时阵，咱可能都需要做一寡政府迄边有当做的代志，像讲甲即个本土语言所用的着的字去公布讲，咱就是会用着这个字。所以伫咧大家伫咧，尤其是即个 Windows 或者是 Apple、Google， 就是在厂商咧做字型的时阵，嘛爱请因甲即个字拢做出来，就是这是希望会当达到的代志，就是即项代志若是做会到，咱以后伫咧手机啊，或者是伫咧电脑顶悬，就是拢袂去拄着欠字的问题。像讲。我有看到今年7月26，客委会有公布一个叫做客家语言发展法的即个草案，伊内底第29条就有讲到讲吼，中央目的事业机关就是伫咧处理，就是伫咧国内要贩售遮个自动资料处理机，或者是讲无线电信。终端的设备，就是讲电脑啦、手机啊这物件，就是需要讲去做一个检验，就是内底应该要包括客语输入法含这个字库，就是会当，我想因是想要透过这个法律的部分去做一个规范啦。若是讲这个概念会当推广到规个本土语言顶悬的，不管是台语、客语，或者是讲国原住民的族语，就是若是有这个概念，有这个法律，咱伫咧手机仔顶悬，就是较袂，就搁袂就袂搁去拄着这个欠字的问题吼。所以我想大概就是搁互大家一寡时间啦，因为
我想这个代志毋是3工5工就会当处理好势，就是咱继续搁拍拼安尼。好，我甲伊分享就到这，时间有淡薄仔短，吼歹势。再有这个大影片的连结，大家若是有搁想要看这规个大影片，就会当点这个连结。大家若是有啥物问题，当提出来。咱多谢迄个民安老师吼。其实因为伊即个离体问题吼，咱台语的使用者拢，尤其是文理工作的人吼，拢常在拄着吼。因为这真正是足专业的吼。拄则有一个建中老师，民安老师，你要看这个咱的老的老的所在，你甲看觅吼。伊有甲你问一个问题吼，这可能爱需要你来甲伊对讲吼。搁一个萧翠香老师哦吼，是毋是你会当看一个迄个？我有看。好，你看着吼。enjoy 的部分我有讲，就是基本上即摆是无建议大家去做安装的啦。即个建中，我想伊应该就是要分享即个独体字，就是讲。因为这像这字，伊是家己伊无含台字有共款的部件，无生共款的部分，所以咱若拄着这字，就是需要搁想办法去画，就是真麻烦的。就是讲，拄有讲着这个水这字嘛，咱会当摕着鹿甲做甲这个月去甲伊斗做伙。去做一个水这个字，毋过就是若拄着一寡家己一字的，就是伊无含别人生共款的这个字，咱就无法度用组字的方式去甲做出来。所以就是要是讲真需要这个字形的设计师去做这个处理。好，所以伊即摆伊即个类尖字的意思，就是讲，伊即个独体字，伊就无法度通安尼，就无法度用组字的方式去处理。所以其实，这要是讲爱去，转去到咱所谓咧字形咧设计的时阵，就是需要甲咱遮台语本土语言所用到的字，拢同齐设计出来。安尼伫咧大家咧使用的时阵，才袂去拄着一寡欠字，搁爱家己去斗字形、斗字的这部分的状况出现啊。嘿，咱即摆吼线顶有56位吼，毋知有啥物人吼对即个电脑的即个字形啦吼，拄则有讲到即个字形，搁有一寡即个输入法吼，伊才关系到咱的豆腐字吼，搁有安装的问题啦、厂商的问题，其实拄则老师嘛有讲到官方的问题吼，其实足侪字拢是爱每一个人去克服吼。毋知咱线顶有啥物人针对今仔日即个课程吼有较深的了解无吼？因为阮是一个文字的使用者吼，连明来还有时间，可能我就会用阮的使用者的角度吼来甲老师请教问题吼。如果讲你若有即个拄则老师讲即个专业的问题吼，你拄过的物件吼，如果要分享的人会当请你举手啦。好，来周姐姐。语文，请。好，真多谢咱的老师甲咱讲遮个，对这我拢是学习吼，我拢是学习但是对着遮个，咱教育部目前大家拢感觉，咱过去可能足侪人拢讲台语也是有音无字吼，其实毋是安尼吼，咱当然其实即中间我嘛。透过安尼对大家直直学吼，所以即摆会真侪了解。甚至对着教育部所提出的700字的推荐用字，
嘛是有一寡人反映讲，迄种有诶是去用借字诶，有诶是用英语去吹出来，但是古早诶字基本都即摆嘛无人是无啥侪人咧用，也是无人看有，所以足侪人拢讲伊看无吼，所以足困难诶。所以伫教育部阮伫小组开会时阵，阮嘛有将即个意见一直反映，因回应得来了解，就是讲其实这咱知影过去是经过遐尼久，逐个各派各人安尼，逐个战足久，结果就是因为无一个标准化，无一个逐个共同，所以结果安尼拢无法度通真正推动去，造成咱的足侪困难。所以教育部到尾就是伫逐个综合的定义下出来，才会建推荐用字。但是推荐用字嘛是还佫有一寡咱讲实在是看无的吼，毋知影甚至佫有字，敢若汉字，但是台语发音甲国语发音无共以外，连迄个字的了解的意思都无共款，所以安尼是足容易产生困难。所以阮嘛有提议，讲即个拄当顶礼拜才搁讨论过吼，就是讲认为即摆有一派的人就是讲，无论安怎一定爱去找古早字，啥物字，就是搁较无用，就是你无学尔，你咧学就有吼。但是绝大部分都讲对阮都无熟悉的，就感觉足困难的吼。所以另外一寡人，而且迄个数字袂少，是认为讲咱大概毋通搁认为要搁去新造字，莫搁造字啦，都已经有诶，大家会熟悉的了解，因为无会花足花吼。所以既然有罗马字。所以，互咱罗马字甲学好起来，这是基本，甚至伫国际上要应用嘛方便的情形下，就是讲用咱的大罗拼音做合咧用，然后就是讲即摆教育部嘛正式有讲，以前是足汉的吼，就是讲都一定用汉字，因为咱东方大概是汉字做基本嘛吼，西方的是较用即个罗马字的方式的，但是就是讲，即摆既然是到遮，而且咱的整个发展的背景中间，罗马字其实是对台湾的即个文化、台湾的语言有真济的即个付出贡献，而且嘛，大家熟悉的基础下，是毋是转变并用嘛？即摆教育部嘛正式回应讲，即摆拢已经开放吼，袂去限制讲。一定都要用汉字，所以请大家原来会当用罗马字。罗马字不只是拼音，同款嘛是字，已经有接受即个伫顶礼拜，阮有搁再次的确定，就是讲以后包括甚至是写文章还是比赛还是考试这拢是要开放的吼。所以伫遮可能甚至对着建议的用字，若阵咱有感觉真。是毋是有真无适当？大家会当提出来，然后伫反映到教育部，还是阮的手里，还是阮会当反映到小组内，然后搁经过讨论。因讲目前为止袂搁增加即个推荐用字，但是嘛可能会就是毋是可能是已经开放罗马字会当并用，而且无限讲几拍，就是拢会使用。包括考试，包括作文，包括比赛，所以我是想安尼，阮认为讲安尼即个路已经较活，所以我是想用安尼，我若提出来甲大家报告，因为就即个代志伫，刚才伫教育部，阮嘛已经讲提出几落遍，安尼一直延续了，到最近一个足清楚，就讲已经拢开放，而且无迄个限度，所以请大家原来甚至搁咧想讲罗马字是毋是伫小学开始就会当因为即摆嘛有已经咧讨论讲，因为即个波毛的迄个拼音即个嘛是着小学头先几礼拜先学好会了，可能以后对遮个字对理解对各种的推动有真济方便，所以有安尼的想法，我想用就即点的进度是想甲大家报告，毋知大家人的意思安怎？也是讲一定爱一直认真搁去，拢搁去找字，拢搁找字。因为你搁找字了，嘛是着爱搁互推动到
所有的逐个人会去理解。哦，啊，这着搁一寡人因为人数实在是太济吼，啊，打算会当用，啊，咱即马就是讲好学，啊，搁好捌，啊，逐个去用。我想，互普遍人会当接受的是，这是咱上大的公约数啦吼。啊，所以毋知逐个人的意思安怎，我想要先甲逐个报告一下，啊，看逐个反应安怎，啊，然后我若会当诚做阮甲教育部的建议。以上。感谢咱的委员吼，因为咱上重要吼，伊个即个比赛也是讲考试的中间吼，伊真需要即种概念吼。啊，咱即马10月23，台湾拄好有一个闽南语吼，咱的语言能力认证吼。就即个观点来，有讲若是拄到书写的部分吼，这是你学台语吼两种字真好的一种讨棒吼。啊，当然咱今仔日嘛真读较听，就是因为要处理汉语的问题吼。毋管是讲要来文理化，还是讲要来找这豆腐字，真正有真济咱的台语界真大的困难吼。啊，咱即马一个即个开讲室吼。有2位吼，你对话是毋是明安老师？你有看到因咧讲啥？会当即个甲咱回答好无？多谢你。好，就是有人问讲，敢无一种方式，互即个新做的即个汉语，就是伫咧装数字化的时阵嘛，顺续装入去手机啊，或者是电脑内底。因为数字化其实伊嘛是一种程式。所以讲，伊即个程式装入去电脑内底，或者是手机内底时阵，伊是一个独立的程式。啊，毋过要安怎去显示即个字，也是讲，也是需要去看即个手机啊，或者是电脑所伊本身内建的即个字形。伊若是迄个内建的字形，内建的字形吼，无去支援遮个字。就像即个建中所讲的共款，即个无法度去内建的字形，无法度来显示的时阵，这嘛是无法度处理的，所以这嘛是爱厂商有意愿去做才会使。嘿，就是大概是安尼。是，所以就是手机啊，伊本身厂商的一个伊的方向的问题啦，吼，就是讲伊有迄个物件无基本的设备啦，吼。而且伊佫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因就算有即个心去想要去支援，因嘛无一定有法度讲，我需要去处理多一寡字，所以讲，我才会去整理遮个本土语言的字，讲，遮个字嘛是，就是台语、客语会用原住民语所用会着的字，所以，若是真正有心要去支援遮个字的时阵，就像讲遮爽咧做字形的时阵，因就是会去考虑遮个。本土语言用字，所以也是爱看厂商遐的意愿，啊，佮有政府有去推散这部分，嘿。就是推送含甲即个财务的问题啦，拢爱解决吼。好，咱即摆线顶赞哥有举手哦，赞哥麻烦你来发言。我真欢喜讲吼，委员讲迄个即摆阮。大陆开放哦，含汉字会使滥用哦，这是足大一个进步啦吼。咱来看日本嘛是安尼共款啊，对无？罗马字哦，因是较那，因甲汉字两个难的用，所以因用甲足方便的啦吼。所以咱后摆，咱若讲想讲，这字汉字要安怎写？你若伫中治的时阵哦，你着规气带落去就好啊啦吼。啊，就安尼就免遐诚烦。你思路是你想代志的时阵哦，袂去顿定去，你就直接一直落去。我想对这文学创作哦，有加诚方便啦吼。啊，搁咱这个罗马字哦，甲这个腔口，像我宜安人讲真好食，这是真吼，无字啊，我用罗马字落写啊吼。啊，这就是讲嘛会使。啊，搁有当时啊。你会甲读者斗帮忙讲哦，这是读文音还是读鼻音的时阵啊？你用罗马字甲读者斗帮忙，我感觉哦，这是足好的一件代志啊！有影，多谢委员去争取吼，这是台语吼一个真大一个大进步啦吼。多谢委员，多谢。
来，委员，请。嗨都去头我这就是其实咱大家拢知影，就是咱碰到的问题，也是而且毋是干那一个人，足侪人拢有即款的反应，所以阮已经持续提出几落遍，甲最近对顶一遍的规划，我特别佮为了这，因为我著大概提案上济啦吼，提出来了，即摆阮甚至有可能，即摆因为还未最后决定，阮有建议啦吼，司长就有讲，即个就是。佮考虑者，安尼伊无马上答应，就是讲有可能嘛要办国际会议，但邀请外国的，就是你包括像日本啦、像菲律宾啦，因有用甲，就是讲像日本有迄个评价甲汉字大家混用，因的过去的经验是安怎？即摆有当着什物款是好的，还是无好的？我想通来大家做分享吼，这是一种我若报告互大家知影，但是最后。迄个事情也是安那，抑佫毋知影，但是上无即个课题是伫教育部，伫整个大家咧努力的地方，即个是一直拢存在吼。亲像咱讲迄个白有白，即2、3、4、5、6、7、8迄个白，即个白伫汉字是中国字是啥物？咱台湾字音甲字甲意思甲这出来内底就足侪无共款啊，亲像即个我想，我著一直。想讲先咱开讲，白还是白，反正就是即个就已经出现足侪困难。阮顶面是因为伫咱的中华关的关怀文化，在咧夏令营的时阵，阮的囡仔有各种的队，一个叫做家蛇队，迄着咱晴迄队啊吼。晴因咱写2字家蛇，阮甲问讲，迄是啥物字？阮来拢看无吼。所以就是嘛是对这迄时阵是几当前的代志，所以阮正式去反映去撸，结果最后迄2字是有改过吼，讲上无是逐个人看无的字，先就因讲迄是因去找出来，阮讲迄找出来然后较互逐个人拢看无的时阵，安尼迄个效果，敢是咱所着爱安尼做，所以即个就是拢有过程。另外就头我咧即个今仔的主讲者所讲的讲，这是我相信伊足认真的。嘛，足专门的，足认真去想出来安怎来找字吼。但是，即个找字出来，嘛是着爱搁互逐个人会当标准化，算逐个有接受，才会当推动到逐个人会当用。当然，伊即摆有认真讲，伫即个拍字上会当有输入，才会当通迄个字盘有迄个字才拍会出来吼。所以，我感觉这拢是。技术的问题吼，而且若准是真啊大量用，因一定肯做的啦。若准是干那几个人咧从事检测，就无迄个要讲变做逐个人拢接受，着佫又佫遮一个遐一个，即个会晓用，迄个袂晓用，你要整个要推动，所以咱可能有若爱去注意到讲，安怎互伊到会当互政策上来接受，然后变成做逐个全体。我想安尼的推动法可能较需要吼，所以即摆我想，我头我毋是反对即个我是想，即个嘛爱教育会当互保利会当了解，互即个甲遮个企业界，还是遮个制造界，啥物逐种，逐个共款的是同一骹步出去推动，安尼我想迄个效果才会当发挥到上大。所以即摆上无一个目前的即个方向，就是阮已经达到讲的。汉字甲罗马字会当并用，所以毋免讲一定限定迄个字。然后就是讲，当然会晓，逐个会晓用的。我感觉伫东方是逐个习惯用汉字啦吼，大部分是已经有即款的经验。然后像头我赞哥所讲的讲，就伫遐处理出来就是罗马字就发落去，音佫无袂走去。我想即个就是咱目前可能一个方法啦吼，我想讲有哪甲大家做报告进度佫一日进的是，我想咱随时甲大家报告，多谢。感谢委员吼，咱拢为着咱的即个文字吼，恁努力吼，当然是莫有困扰尤其是你拍字的时阵吼，咱今仔日明眼老师吼，伊讲的这个是有哪较技术性吼如果讲在咱的线顶吼，有咱的台语老师，你使用台语文字拄着同有字的即个困难吼，是毋是有啥物例？你用过迄个例吼，提出来讨论，逐个会当伫咧线顶来，我相信我拄着，甲你拄着拢差不多啦。
敢有人讲吼，要上讲你使用的时阵吼，你有拄着啥物困难啊？甲实例讲出来听看觅，安尼有无？好，无无我先开始起稿啦吼。我想要请教即个民间老师吼，就是讲你拄仔你讲迄个爬山的爬也好啦吼。迄个带囡仔来去佚佗的带也好啦吼，咱教育部有一寡遮临时的即个编码吼，因为有诶是已经正式啦吼。如果讲我若是为教育部网站用考的吼，用甲考起来的时阵，打落去，我若去传落别人，安尼伊会共款做答复你无？这是第一项吼。第二项就是讲，因为咱的 PowerPoint 吼，有做过讲述的人拢会真清楚，就是讲 PowerPoint 是另外一种处理的方式，就是讲。伊若拄着毋对的吼，毋免的毋过的吼，伊的字形会怎走去，过来会拄着第八条，第八条嘛是会有去走去的即个现象吼。以上是阮2条吼较粗浅的问题，请教即个民间老师。就是伫咧教育部网站嘛，若是就书店迄个网站，若是用遮个直接 copy 的方式啊。其实就是迄个编码是正确，毋过就是讲爱看对方，若是用文字的方式传互对方，爱看对方的电脑或者是手机啊内底有即个字形无？嘿，所以就是真建议大家拢爱甲即个电脑的字形整理起来，嘿。直接用 copy 是真好的方式，毋过若是用输入法拍字啊，就是。爱搁去装迄个我做的迄个思考安尼才会是正式的编码。所以就是较适合家己的 Word 落去做，然后甲伊用 PDF 甲伊存，就是100%会当走出来。若是其实若是安尼的时阵就免考啊，因为咱家己。即个电脑也是手机也都有软体啊，吼，即摆就是差伫对方无的情形啦，吼。第二个就是拄着甲另外一种的状况的时阵，就是 PPT 吼，PowerPoint 的时阵，拄着迄个问题。上简单的方式就是讲用试看卖用无共的字形安尼，另外就是讲，像。即摆建中有分享，就是讲 Office 有一个自动大写的功能，会去互即个字形就是走进去，所以伫咧设定顶悬会当甲即个自动大写甲关掉，安尼就较袂出现问题。另外就是，若拄着字形无法度正确显示的时阵，咱就先试看卖讲换另外一个字形看卖，这是头一步。然后就是。去甲即个自动大写甲禁掉试看卖。迄个自动大写吼，因为我用着 PowerPoint， 我是用2阶，顶悬阶就是一个主题，伊真正就走出自动大写，这真困扰，所以就是甲关掉就好啊，是无？对。吼，伊PowerPoint 本身的主体迄个 PowerPoint 吼，伊是袂自动大写，就是迄个标题伊会自动大写。安尼就是爱甲关掉啦吼。老师，我要请教一下吼，你有看到咱的开讲室有真侪咱遮友志吼，有你甲你对话的问题，会当请你回答无？有一位徐老师啦吼，徐老师拄则有分享讲，伊讲有暂时会当显示出来即个内底即个。我即马用的软体拢无拄着。无支援 Unicode 13的软体，就是我用到即马像 Adobe 的软体加即个Word 也好苹果文书软体嘛好，即马我拢是会当显示、会当处理的，所以我就是无拄着这个问题，咱免去用即个。就是无用到的字码区啦，就是我无拄着，所以大家若是有拄着这问题，会当先去 update 家己的软体的版本，因为愈新的版本伊对这个新版的 Unicode 的资源会愈好，咱会当先去做软体的更新。
就是伫 Google 文件顶悬若是打即落，我即摆看，我若打台语字，其实我即摆是会当处理的，我毋知影敢是这旧版的拄着问题，所以就可能会使搁试看觅，因为我遮要打即个台语字拢无问题嘿。好，咱即摆是毋是咱个有问题哈？我无问题，我是要分享吼，嘿，这个汉字甲罗马字的比较吼，这个罗马字是比汉字较进步啦吼，较进步的字。啊，这历史拢有伫讲吼。啊，你看迄个越南、甲韩国哦，嘛是甲汉字牵去杀啦吼，因用拼音的方式做因的字吼。啊，所以咱后届台语嘛是爱朝即个方向一直行吼。啊，所以咱就毋好伫汉字顶头吼，而遐停留伤久吼，咱爱开始发展对咱迄个会使思想真方便，啊，思想真方便，啊，咱若讲新的物件，比如讲 computer， 哦 computer 咱就用 computer 罗马字落去，安尼你就免阁创造咱的汉字啦，啊，这就是日本的经验，互咱会使做参考安尼吼。多谢阁互我一摆分享。好，感谢赞哥吼。咱拢知影吼，咱的台湾即个罗马尼吼，是其实虽然是讲马国啊吼，伊安尼传入来吼，其实伫1832年的时阵吼，都是伫个东南亚伊就开始咧使用啊吼。啊，当然因为有一寡观念上的问题吼，咱台湾对即罗马尼的使用即个概念吼，有一段时间真正是会甲伊放弃。啊，即马拄则委员有特别强调吼，伫教育部中央的即个所在有特别去甲伊吼，去甲伊鼓舞吼，啊，而且互伊了解讲，即个罗马尼吼对解决汉字是真大一个功劳啦吼。啊，其实咱的汉罗的书写伫个日本时代，王耀德教授啦，啊，佮即个咱的即个陈良伟教授，因拢用真早就拢去推崇汉罗套蓝。我感觉这是一个对台语文写作吼，也是伊文理化真重要的一个步数吼。啊嘛，较袂互咱遮林安老师、建中老师遮无闲哦，伊就爱去处理豆腐哩。哦，即摆是毋是校长是无？校长请。无啦，一句话啦，就讲，汉罗套蓝哦，甲全部迄个罗马拼音这较差足远个。啊，拄啊迄个李占兴老师会希望是讲完全放弃这个汉字嘛，但是这条路会搁较长啦。啊，你汉罗套蓝，看你南偌济程度嘛，无共嘛。所以咧执行起来可能会较紧实啊。哦，这是我的观点啦。是因为吼，汉罗套蓝有学者伊是安尼解说啦吼。即种汉罗套蓝写落去的，因为你内底有汉字跟罗马字嘛吼，互人一看起来吼，安尼目睭一个甲影落去，就知影伊这是台语文章啦。有即种讲法啦，啊，当然你若是专罗吼，这就是一寡专罗的即个爱用者吼，有个人一看到伊会讲啊，你这是咧写英语啦，啊，当然两种你文字拢有伊的好处，啊，但是上无吼，咱即摆你学台语的困难度，就是讲希望咱的教育部毋通阁有遮迄怪字出来，嘿，这是上重要吼。好啊，今仔日吼，毋知阁咱线顶还阁有真侪人去听吼，毋知有针对今仔日即个豆腐里的即个老师的伊毕业的即个专题吼，啊，其实拄仔老师透露一个真重要的资讯，就是讲原来伊即个豆腐里嘛有咧处理客语甲原住民语吼，我相信伫即个方面吼，阮连老师因为伊伫长期伊就资深的嘛吼，啊，伊佫会当训练学生安尼来行即种路吼，对咱使用者来讲是真大的福利吼，佫无单紧吼，因为足侪物件，阮嘛是拢是受
受因来照顾，就是讲阮使用这利型也好，软体也好吼，真正吼拢是无聊的吼，足感动的，但是若是有机会，咱嘛是会当吼用开钱的方式吼，甲买一水仔物件，咱来使用看卖。上重要就是讲，咱嘛是做爱真侪专家，甲咱讲要安怎去安装，甲来即个安装的危险安全性吼。我拄听起来，我嘛是感觉讲，会担当的原因就是讲，因家己无讲出色的吼。来，校长，你要搁讲话来。我搁一个问题要问迄个朋友教授吼，你拄仔讲哦，你迄有诶你文书若用新的字啦，你传到别人迄字诶无去吼。伊迄像你迄 Word 迄个系统内底，你要普通要存一个你诶档案，你拢爱，你会使讲按你诶迄个 font face 嘛，对不对？甲顺续甲存迄个档案内底嘛。你安尼做诶时阵，敢对方会当现出你诶新诶字出来，还是讲这个有无够？OK。喂，敢有声？有声。有声声。若无紧，就因为我就有一个，就是甲利型同齐牵起来即个功能嘛。若是有开，应该伫咧传的时阵就较袂出问题。毋过就是，要是讲建议讲对方的电脑嘛是装起来，因为我是捌试咧，伊毋是规个迄个你迄个新的 font face 的定义拢共款存喺迄个档案内底，毋是安尼。因为即部分我无试过，嘿，因为我家己电脑拢有装迄个放。因为其实咧 PDF 吼，你咧存 PDF， 你嘛需要做即个动作。对 PDF 时阵，就是建议讲爱选。家己型包起来，字型共款掺喺内底，互你对方会袂当显出来。OK， 你爱试看卖就对啦。OK， 多谢。委婉，会使讲吼。我想就是头壳我听恁讲，就是讲，恁这边有装，若别人无装，可能伊迄边会走袂出来。所以这个问题，共款原来是着爱。推动到互变做是咱整体，所以是个标准化，甲通用化吼，可能原来是咱的一个课题啦。所以即个我想继续咧努力，我想真好。我想讲后边，因为阮迄个小组还佫继续咧努力，即马就是讲对原来的即个700字的推荐用字中间，大家嘛也有诶会当接受，嘛用遮久啊吼，嘛有诶还佫是共款有真客，还佫看无，还佫有意见的吼。所以即个大家若有意见，拜托我若会使反映互阮，也是反映伫教育部，阮佫对委员会中间佫去努力因，是毋是也有改变的机会？但是有啊无，咱拢是努力的过程中间，上无伫即中间，咱若用袂落来，咱着落马里共款，即马就是即个。幅度已经以前足早，甚至足侪人将罗马尼甲放弃掉，甚至要去检定嘛，讲罗马尼若袂晓，我若不要紧，就用迄个占10%尔。所以阮感觉安尼是无啥合理的吼。所以即个阮大概拢抑佫有一直继续伫咧探讨吼。所以伫遮都是咱拢伫迄个过程上拢咧努力。所以我咧想讲像委员有咧努力即点吼，我想可能嘛来拜托委员伫。以后伫处理即个部分的时阵，我想阮会特别过来请委员原来会当入来遮上无嘛，请伊来小可甲大家分享是讲，伊做了到遮伊感觉足好诶，足有效诶，可能嘛是会使提出来建议，这拢是咱的一个继续大家做伙向前的一个步数。你讲安尼敢好？所以咱真欢喜咱即个平台，会当有各种诶人伫逐方面咧努力诶。但是有诶知影，有诶毋知影，有诶袂晓用，所以咱会当有透过安尼，所以逐个渐渐伫即中间会当学习着。但是我感觉小可无彩呢。咱以前吼，当伫暑假当然迄是暑假中间，会当一日是几千人诶呢。今仔日结果连100人，抑佫有名额，我感觉安尼足无彩呢。所以吼，是毋是抑佫有足侪人毋知影，还是讲无咱无爱佫用啊？咱若逐个拢感觉无爱用啊吼，
即个就无去安尼。就愈侪人用诶时，就是表示愈有效，对逐个有作用。若逐个拢无咧来诶时，安尼阮办公室原来爱出动4、5个在叮当诶呢吼。若逐个无人要来诶时，阮就讲安尼因就免加班安尼，是毋是安尼？所以欢迎咱既然请遮尔好诶老师来，各方面拢互咱有足侪充实。所以请咱逐个上无爱将即个信息报互逐个知影，然后逐个拢受益，嘛会使佫修正啊，佫调整啊，佫规个政策，而且甚至即马咧国家语言发展法诶中间诶会议中间，拜托伫即礼拜拜5以前，你若有对咱这个本土语言诶即边要开国家会议，所以伫即中间，逐个是毋是当将你所遇到诶困难，甲你所要建议诶，所认为应该安怎做，拜托恁赶紧。mail 来咱关怀文教基金会，阮做伙收集着，然后伫10月初9开大会诶时阵，阮来将逐个意见来反映，期待有所突破。若逐个拢点吼，我嘛头壳空空哦，对无？我虽然我感觉我足认真咧，但是我嘛头壳空空咧，都要恁诶意见来斗骹手，恁若无要紧吼。就我看我嘛要来无要紧啊，我嘛要来游山玩水的，我嘛就爱佚佗，佫就爱食面啊。安尼讲法，委员，甲你报告一下啦。我顶月伫咧7、8月份的时，我都甲你报告过吼。第一开学啊，对吧吼？第二，咱的教育部最近吼10月23，是毋是要来语言检定？足侪人吼，若毋是去做讲师，就是去做学员。就是咧训练吼，另外吼，咱的全国语言竞赛，各县市拢咧做决赛，所以真侪比赛甲考试吼会签着，毋是讲伊无爱来听，而且吼，咱的关怀吼服务太好咧，人工伊佫会挂到咧 YouTube 内底吼，毋是讲人数，因为你即摆显示就是讲，因为我家己是第一线的人，我会知影讲真侪人即摆目前伊就是咧注意即个语言的检定吼，拢。较简单讲，拢咧催啦，拢咧加课，拢咧上课安尼啦，无法度两边安尼听啦。所以意思是讲，咱这会使毋免啦，因为逐个人足无用，都无时间通食这。免小等，我就是话讲了，你讲一个方面就是咱这个就毋免啦，迄就是讲要来改时间，吼，还是要改什么方式？我毋是要放弃啦，若逐个拢认为无重要，当然我毋放弃嘛，就放弃啦，吼，都无作用诶时，我当然嘛，就爱放弃。我是你讲家己讲，我就家己讲就好啊，我就无必要吼。逐个若有认为足要紧，足侪人诶，你看像顶面，咱万几个人呢，咱感觉虽然逐个无闲啊，但是工作人员逐个拢足欢喜，拢感觉努力有效有路用，有就感觉有路用安尼。但是若恁无人诶时，我可能一定就是爱改变。改变的方法就是讲改变内容，还是改变方法，还是改变啥？迄就是根本就无需要，这是几个选项。所以拜托恁将恁的意见互阮，因为到底要改，后要改什么时阵，还是要改什么内容？而且甚至阮嘛咧想讲，无咱怎暂停？甚至吼，阮咧讲，我个人是一直认为讲，带大家去做走读，譬如讲，大家拢来分区一遍吼。迄就说，逐个拢做伙办活动，做伙来桃园，亲像桃园因有御贤馆，因有土地公博物馆，有各种这，就是咱将台湾的一寡真要紧的所在，当然有大家有趣味就来，无趣味就忘。所以就是讲，阮一直你知影，老伙仔坐点拢一直在想啦吼，大家拢无咧困，拢咧想这，想讲啥物是咱需要的，但是若想的拢是想一寡有空无顺的无路用的。那就不用了。你知我的做法就有效的，咱都直直做，拢不要紧。若无效的，咱就紧改啊，改有效的啊。若无就毋通劳动逐个人的时间。这是我足深的要甲大家报告，所以要紧。这中间，咱到10月底，还佫拢有排到10月底。所以11月起，咱要佫继续无？继续什么款的方式？迄就是讲，咱来安排来各地。来参访，就甲互当地人小可表现一下看，免介绍伊遐个特殊
毋管是历史啦，作物啦，啥物啦，拢无要紧吼。然后伫加拿大诶，伫美国诶，看恁要倒转来无，趁机会转来无，这都没事。无要紧，等以前我甲你报告哦，阮迄个西雅图最近哦，我开一个台语班哦，20几个学生参加，所以我海外开始啊，拢一直在注重台语啊，这是你拍拼的结果啊。我拢有接受到你互阮的我台产啦。影响出去啦吼。我有受到你啦，拢有受到你啦。我毋是受到我，是受到台语，这就是咱有延续出去，咱就欢喜。啊，但是这信息嘛，互逐个人知影，就是讲，咱伫倒个直直去，伫倒个直直去，安尼咱毋才有法度人复振咱家己的文化，敢毋是？吼，是即点的意思啦，吼，是即点意思。好，我想用安尼做回应。关键我一句话啊，吼，2句啦。因为感觉即摆较少人啦，因为像阮遮是拜5汉嘛，台湾拜6啊，所以大家甲婷婷老师讲的，老师的即款伫学校教册老师较无用，有的家庭礼拜4啊爱休困者，当然，所以较少人来。对。你若无班，无啦，继续啦。馆长讲，下个月要变一个方式，上好毋通伤过辛苦啦。看恁大家遮辛苦，感觉毋甘。但是阮逐礼拜拢揪迄个咧等你咧。顶礼拜听到尾啊，加州地动你啦。我搁坐咧电脑顶头毋敢走。加在小可动个尔，2个尔。我咧想讲就是讲，若是感觉是对的，那我们就继续来努力。但是我希望做的迄个效果会当搁较大咧啦。以前我贪心啦，吼，我感觉敢若当然，你看这50个上午就是上要紧的。这其实要革命，大概嘛是拢几个仔先开始的啦，吼，就渐渐地。但是迄个影响力爱出去，毋是干那伫遮尔啦，吼，我用意是安。咱即摆毋是要革命，是要顾咱，要保存咱家己的文化，咱的生命。所以即个敢若50个，我是感觉讲，那安尼吼，这老伙仔就小可感觉无啥物开来落咧吼。但是其实我毋是讲要放弃，就是讲是毋是用啥物款的方式，会当通来造成咱的即个作用会当较大。我想逐个拢会当做伙讨论安尼啦吼，会当提出意见。我想我就无占逐个伤久的时间，会记哩。即礼拜的作业，伊做老师关系都要可以家庭作业吼。但是你爱搁去认真先想看，咱即摆有诶，你整理出来会当紧吼婷婷因为即个后礼拜的拜6，则就是要开国家发展会议。我是有诶人感觉这无啥物啦，但是我是认讲，咱爱把握每一遍的机会，会当发言就发言，就无的确就会有作用啊。你若无发言，就绝对无会先保证诶。有发言，有努力，有收集搁较完整，这总是一个机会。然后咱若足清楚是，一旦累积，到落一时就会当完成。其实头拄仔咧讲诶，足侪工课，也是拢1遍、2遍、3遍、4遍、5遍、6遍、7遍、9遍、10遍，然后就是会当达到咱诶希望。所以我诶想法是安尼啦，吼，安尼刚好会记即礼拜来有想着啥，会当随传来互。晴晴诶，就先传来，因为我拜5以前，咱拜6就要开会啊，吼，会当这是第一项。第二项，拜托到时候，啥物款诶方式会当扩大咱诶即个作用，咱诶功能。头我校长咧讲拜5暗，是毋是你嘛会当考虑讲，无伫啥物时阵较适当？吼，我无要紧啦，拢袂要紧，我是无要紧，你是无要紧，你嘛是。就要等你。你嘛先问看，逐个人其他人有啥物款的意见？因为咱这东西希望会当发挥到上大的即个作用，安尼尔。好，以上多谢。好，感谢委员吼。其实你咧开讲室内底吼，伊有人甲委员鼓励啦，就是讲袂使放弃吼。伊伫即个所在得到足侪知识的啦。嘛感谢咱的团队吼，遮尔
辛苦的工作人员，人嘛是有甲咱感谢。啊，委员，我甲你转音看啊，我甲你讲哦，10月后礼拜开始吼，我有足济人会阁陆续转来，因为因即摆咧上即个就是因为认证的课吼，啊，16点钟已经即礼拜会结束。所以吼，我会搁甲遮个人搁甲伊邀请入来咱内面吼，啊，互遮个咱的即个关心台语的人吼，会知影讲有足侪咱的课程是真正吼，用心去安排啦吼。啊，伫遮我要甲各位报告者吼，拄则明安老师伊到尾后有一个即个 QR code 网站吼，啊，毋知逐个有考着无？我拄仔已经有考着啊吼，你若需要伊的资料，你著搁考者。啊，你若是考无着的吼，你会使甲咱的关怀文教基金会也好，台语文创园区也好，反映一下吼。包括拄则委员有讲着吼，后礼拜六咱的国家语言的即个定期的迄个检讨会议要开始啊。啊，伊上重要就是爱有一寡纸本的物件，啊，较具体的一个建议吼。我相信委员有迄个即个信心吼，会将咱的声音哦送去互迄个中央部会。啊，若是有遮物件的人吼，你会使直接来甲园区联络，还是甲关怀联络吼，还是甲我联络，我会甲遮物件来交代互咱的转互咱的即个委员吼，多谢委员的即个贴心啦，多谢你吼。啊，咱后礼拜吼，先来预告一下吼，就是讲咱有一个语言竞赛的面面角角吼，尤其是个情景式的即个演讲吼，讲了。看图广告了，要搁问囡仔2分钟。啊，阮中华关系拄则办了吼，啊，我有听到一寡囡仔的声音吼，啊，会当讲同齐大家全国来分享，到底是好是歹，啊是讲伊的即个语言竞赛美角，咱到底是要安怎入来全国赛吼？啊，请问安尼咧线顶应该到遮应该一个时间啦吼，咱是毋是若有伫咧现场的人，你开一个镜头，咱甲明安老师说不要有话啦。哦，来，就等你，我要做话，我要做话，拢我要你讲话啊！来，啊，你紧讲来，委员紧嘞。一直甲你举手，你拢不爱插我。你我真啦！一直甲你举手，一直甲你举手。好，我先。好来，大家报告，姚律师伫后礼拜的拜四早时10点伫咱的台北台迄个台大校友会馆咧办新书发表会，就是伊佫写一本叫做小等我就要随摕互恁看吼，就是伊就是就叫做1971年新华联合国。新华联合国就是迄个时阵咱台湾的即个处境，按退出联合国的迄个前前后后的迄段，这足侪拢是伫外交部，这足要紧的。伊看几十箱的资料，拢是档案资料，去摕出来，这是真要紧的一本册吼。大家会当我想是应该做一个台湾人，拢应该爱看的一本册啊。伫后礼拜四透早是有即个新册发表会，先甲大家报告吼。若会有时间就欢迎来。另外就是讲老师会当甲咱即个关怀文教基金会来联络，这是第一项。另外就是第二迄个头壳有搁直直讲吼，请大家会记哩，会记哩。我即礼拜甲大家拜托的代志，请大家会当当作你是参与者，你毋是听众，你甲我共款，我周清我无比你较敖，我周清抑阁是恁的，伫台语界抑阁是算含慢的后边的人，恁拢是头前的人，所以恁逐个人拢行头先，恁爱去影响大家，大家做伙。所以即个希望伫咱的头壳内，这是一项咱大家做伙要紧的工作。我想即个若随时甲你做伙的时阵，我想即个工作，咱台湾的语言文化一定会足发光的。安尼拜托大家多谢咱今仔的主讲者，上要紧的爱甲今仔的主讲者辛苦，甲伊杨老师吼，我想因拢实实在在老实实伫咧推动工作。这就是台湾人的标准啦，吼！台湾人的典范，咱来拍拍啊！来，成功嘞，成功嘞！嘛多谢大家，再会了嘛，礼拜再过来，再会。礼拜再见。